後來鄉親啊，這兩天有夠熱，台南玉井漳中道甚至來到39.1度。佇個面冊有人分享這個相片，會當看到這個告示牌的字體，熱甲燒甲攏揚起。網友驚體講袂輸是 AI 生成的共款。啊，交通局講，迄是10元以前的舊路牌，字體是用黏膠來黏的，所以上熱都有揚起的狀況。目前已經把舊路牌拆掉，要來換印刷的新路牌。日頭遮炎，真正有夠熱，結果路口號誌條仔頂一面漆塑翕相的警示牌啊，字體規攏變形，甚至閣落去。有民眾翕了鋪上網絡，講這真正是熱甲揚起的。網友認為講這是 AI 做的圖，抑過這是真正的。地點佇台南市安南區國安街56巷口。該牌面設置已逾10年以上，而是早期用貼紙張貼在牌面的方式設置。近期如果是用印刷的方式來制作牌面，就比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。因為警示牌啊已經10外冬啊，字是用黏的，因為傷熱煞退加去。目前已經將這舊的路牌攏拆落來，會換印刷做的新路牌。全台灣這幾天來真正是有夠熱，台南的玉井甚至閣超過40度。今年以來的最高溫是出現在玉井，5月29號，40.2度。很熱啊，當然很熱啊，但是沒有防曬不行啊。熱到大家都擋袂牢，台南市鄉親連行路，規身軀攏包括目睭就，敢若看到目睭爾。而且衛福部的統計，全台灣熱傷害就醫的人數，這2天啊都39人次。提醒鄉親，天氣遮熱，若是室外愛做好防曬，隨時補充水分，安尼較袂着酸。